告诉老爷却不许我。今日我背地里偏要他一个伤口。谁想起？嘘，
你去呀，你去呀。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个了。哎，好妹妹，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好吗？哎，好妹妹，上次我让你忘记了，看见你又在做东西。好妹妹，你总想得送些我，好不好？妈，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喏，你送我想得，我也送你样好东西呢。这是我今晚送给我的，是王上赐下来的呢。什么春暖是哪个的？我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看你想得，呀，我要想得，哎，想得。你要一个想的，那很容易。王氏情儿玉山会替你做了，人家给我以为你愿意为妻，一送情的。